香港資深電影人黃百鳴，原名黃明，因涉及內幕交易罪，於2026年6月9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處監禁5個月，罰款99,720元，以及須支付證監會37.4萬元的調查及訴訟費用。案件背景與裁決詳情涉案案情。黃百鳴身為天馬影視現稱傳遞娛樂前主席兼控股股東，於2017年與第三方協商買賣旗下股份期間，將未公開的內幕消息告知胞妹，並指示其在指定時間及價位盡買公司股票，其妹最終從中獲利約103萬元。量刑考慮，裁判官高偉雄表示，本案以9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，考慮到此案從證監會調查至定罪歷時長達8年半，帶來的心理壓力和焦慮構成刑期扣減因素，加上被告長期熱心公益，服務社會，最終酌情扣減4個月刑期，不予緩刑原因。雖然辯方求情指黃百鳴已高齡80歲，確診前列腺癌且重犯機率低，但裁判官強調內幕交易損害大眾對證券市場的信心，即使被告為電影業奉獻一生，亦不能判處緩刑或社會服務令。最新進展，黃百鳴一方已表明有意提出上訴，裁判官批准他以原有的20萬元現金條件保釋，等候上訴。